漫画里，夜宵就是选中了这颗失灵蛋，然后把自己逼入了绝境。3星的爬地龙是全场最高星的失灵蛋了吧？而这颗是镇上随处可见的0星失灵毛球，男主夜宵在最后关头改选并孵化的失灵。他会用这个最弱失灵踏上逆袭成神之路。是选这个0星的，还是选这个3星的呢？终于被我找到了！按照书上说，这纹路一定是2星插翅虎没错了。不好意思，这颗蛋有主了。哎呀，果然还得是你呀，我的老伙计。2星插翅虎，结定。